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今个欢喜花4月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在台南真重要指标的美术馆建设到底进度如何？根据了解，位于公11个旅馆，目前工程大约起了6成，预计8月底就当完成。上午代理市长李梦燕嘛特别前往视察，强调进度是一时，品质才是永远，千万唔通为了赶工牺牲品质。赖市长任内上重要的建设之一，就是位于中西区的台南美术馆。代理市长李梦燕嘛选伫清明年假进前到施工现场视察，并听取施工单位的简报。文化局表示，现在美术馆旅馆的施工进度大约6成，其中非常有特色的碎形遮阳屋顶已经完成，整个建筑预计伫8月底完工。市长除了感谢承包单位的赶工，嘛强调品质比速度更较重要。千万莫发生完工了后搁漏水的状况。我想这是全台南市民，还有包括美术界，已经期待了60年的一个台南市美术界的一个重大的建设。那我们今天来要求也期勉这个施工的团队哈，那么能够如期如职的来完成啊，特别除了注意进度，也要注意施工的品质哈。那么以最高的品质来完成。那预计是在8月底。工程可以来完成，那我们希望接着就是相关的布展，还有装修，那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可以来开馆，啊，那我想让台南市的美术界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文化局表示，南美馆伫8月底完工，预计伫12月底举办开馆典。现在南美馆拢已经同步进行开馆的筹备甲规划等工作，期待年底甲市民见面。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应应社区照顾囡仔需求，社会局以小型方式来开办台南第一间公共托育的家园。3日上午正式伫安南区启用。会中代理市长李梦燕、社局长刘淑慧以及这些民代拢共同出席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社区公共托育家园以小型社区化家庭照顾模式，利用闲置空间，每一个家园以4位人员照顾12位0至2岁幼儿的方式，提供社区托育的需求。台南第一间选伫安南区社会福利多功能活动中心开办主魂托育家园，搭配原有的老人关怀据点，甲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提供一个完整的社会服务。我们过去说托婴中心，别个县市拢有托婴中心，但是迄较大型，可能20-30个囡仔，所以有个人会袂放心。咱这托育家园就是上济12位的宝宝，最多12位宝宝0到2岁，有4位的保育员来照顾，所以它是介于单独各1对1的保姆在家里。跟大型的托婴中心的中间呢，来做一个专业，但是又比较像家的这个优质的一个环境。主魂托育家园3日上午，伫这些家长甲民意代表见证之下正式启动。市长表示，托育家园每个月收费1万块，家长可以当申请3000块的补助，会当减轻家长的负担。请揭牌。在此，我们祝福台南市安南区慈云公共托育。咱台南一般的行情，那顾日时超爱15000，那顾专工超我想2万走袂去，顾24小时。咱这加上政府的补助，我们1个月一般的住户、一般的市民7000块，就是讲咱家收费是收1万，但是咱会去补助，市府会去补助家长3000。你若是中低收入户，只要负担5000到6000块，等于是红带规工，也是讲带一般的这个行情不到一半的价格，选伫儿童节进前启动，也是希望主魂托育家园会当互小朋友一个亲像厝同款温暖的所在。社会局今年预计开办8间，109年也将成立拓展到18间托育家园。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
1月份安平二兵因为违反饲鹅仔驻地条例当中无打出登记鹅牌，总共6批，结果被市府罚款6万。这对着辛苦渔民来讲，根本是叮当的疼。上议员参选人林书记特别召开记者会，嘛甲立委黄伟哲共同出面关心，希望维护弱势渔民的权益。前渔业工会理事长林书记日前接受安平二民陈情，就是因为这个登记鹅牌，伫1月2号发现无去，过未几工去渔会补发，毋过却被刁难无补，2礼拜后就收到龙华桥罚单，1张3万，2张6万，互渔民原本生活就歹过，现在佫需要借钱交罚款，相当委屈，希望大家主持公道。这病仔大，伊用风吹也是人为，伊用暴力。我放伊2地，1地我罚3万，我放伊2地，我罚6万。啊，我的兄哥放伊4地，罚8万。我趁的是，这是天公钱，也是老官钱，啊，这为了这摆仔你来罚。6万罚8万，你来看，安尼敢是市府要收人民的钱，是安怎？面对该项采访，包括理事长林书记、议员陈金坚、甲立委黄伟哲拢出面关心，希望政府依法行政开罚单的同时，嘛优先徛伫辅导维护弱势权益的立场。我觉得其实整个执法过程要完备的，不是说你在问他的动机，你想要无迄个，还是想要无迄个，啊伊后去申报，就表示讲伊无要走嘛。而且有家己领你咧牌，就表示讲伊无要走，啊牌无去是牌无去的代志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以说再请你们检讨一下执法的 SOP 啦。政府依法办理，咱拢尊重啊吼。但是人讲的爱有怨妇人情啊。你1月初2，你甲警告，啊1月17，你就甲采访。伫这段当中，是毋是讲吼，有可能咱当事人伊破病，还是讲当事人搁有代志？哦，是毋是讲政府你要甲采访之前，莫讲以采访为目的，是以改善为目的。你敲通仔电话，啊来讲，哎，你进来改善咯，无阮要来采访啦。哦，如果你若讲有做这个动作，哦，互较这个执法会当互较温暖的。哦，咱希望讲政府毋是来抢百姓的钱，是来希望咱百姓来遵守着这个政府所规定的规矩啊！吼。会长林书记为了帮助渔民，甚至要发动渔民1人100块表达不满。对此，渔港所嘛澄清，当初是因为黄姓渔民的鹅牌大量遗失，才会较慎重，唔敢随便发放。伊对发现违规到第2摆巡查已经超过2礼拜，最后也收6批无登记，1批1万，罚款6万。目前间已经进入诉愿庭书。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关心较偏乡的所在，公共运输嘛无多服务的时，会当以客运车代替公车的相关做法。上议员陈金坚伫议会进行关心。对此，交通局表示，如果一切顺利，预计6月会当伫白河甲桥仔来试办，到时客运车将比照公车的票价来收费。议员陈金坚以屏东县内偏乡部落无公车非常无方便，要发展客运车代替公车计划为例，来询问咱交通局目前阁有相关的计划甲规划时程。对此，公共运输处长表示，初步将伫白河甲桥仔偏乡来试办，2个区各采取5台客运车的固定排班甲提早预约方式。交通局表示，4月下旬计甲业者办说明会。估计6月试办，9月实施。现在你们规划的就是用小黄来取代公车，然后再将偏远地区的像玉井、左镇或者是这些到白河来转运。对，到白河或者是玉井转运站，然后它就可以搭我们的干线公车进来市区就医，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你们预计哈，像这个小黄的这个巴士哈，刚会有几班？目前我们规划是有2种，一种是固定班次，固定班次就是说我比照公车，比如公车一天如果支线公车12班，我就开12班。另外我们会大概有提供一部分的预约班次，就是说除了这个固定班次，有时候民众临时有需要，他可以跟我们的那
那个将来的服务的车队用打电话。好像在叫计程车这样子哦。对，有点类似。单一个人就可以适用吗？我们这个有规范，就是至少要2个人以上。目前是规定至少要2个民众才可以预约。另外，议员嘛关心 LED 交通路牌示范计划，不过根据了解，试办3-4档来，因为2档后就发现损坏比例真高，加上目前路牌效果明显无清楚。而且成本阁比现况的路牌贵要10倍，需要求交通局检讨可行性。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顶个月25号，伫东区发生狗仔一体夹鸟的案件，经过鸟的主人4月侦情，结果发现疑似有人恶意放狗仔出来训练因夹死鸟。相关议员詹顺良出面要求动保处进一步追查，感受特定人士的残忍行为。25号半暝，伫东区联合路顶，依照监视器所翕到画面，突然间冲出6只大型狗仔，发现乌托邦顶有1只鸟仔，马上团团包围，将伊残忍夹死。面对经持120档的当事人来讲，一时之间真正无法接受这件惨案。加上不满动保处的回应，嘛求助无门，只好向议员詹顺良澄清。你说一个人还是小孩？是不是也很危险？那如果今天说，哦，有那种捡回收的婆婆，她可能带个小朋友，那遇到这个她要怎么办？虽然这个东西我有跟市长信箱报案过，但是好像也没有得到回应。原来这个行为为了满足他的快感，还是他有病态，来做这款代志，什么是放伊个狗去夹鸟夹死这个鸟夹死这个鸟嘞，以后这鸟拢夹死了，拢无鸟到尾一边到尾就无杀人，到尾唔爱杀人，所以此风不可长啊。如果来参详台北这1-2档来同款发生的狗仔夹鸟案件，过来台南上演，会当确定的就是这个狗仔拢是人为训练，作为满足个人快乐的心态，并不是流浪狗。而且狗仔阁被挂掉声大，事发现场只剩鸟仔的惨叫。对此，动保处强调，间一定会调控有人恶意放狗的方向来进一步追查。事实上，因为在第一时间大概不能够直接就排除是流浪狗或者家犬所以我们还是要半夜过去看。那诚如刚刚戴小姐跟徐姐讲的其实伫迄个所在大概是无流浪狗这个情形啦因为连续看过来刚刚是没有流浪犬这种情形，所以现在变成说这样子的话，那可能要朝向说家犬这个部分蓄意纵放家犬去攻击猫只的这种行为来做查办啦动保处表示，该依然查出有特定人士的作为，依照动保法将处以5万块到25万的罚款。而且，如果是当事人直接虐待伤害，也可以牵涉刑事责任。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置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客家委员会担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摆要来小解客家音乐。现在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客家童谣。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琴。小邓老师，时间过得好快哦，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已经3个月，好多观众朋友对我们这个节目单元真的非常肯定哦。哈哈，真紧哦，我们中央哦，接到多嘅朋友啦、學生嘅啦，大天發來鼓勵，然後傾聽哦。同時啊，也對人哋大禮拜播出嘅單元非常的有興趣。當然我們也要感謝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讓我們有機會製作這麼有意義的節目單元。小鄧老師，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什麼單元呢？今日啦，人哋好下自家天使後院啊，我想來老觀眾朋友來介紹客家童謠哦。客家童謠，哇，一定很有趣耶！我們快來念吧。開始咯。北北草，衝山歌，牙大鼓，字大鑼，新橋做杯草田螺，田螺殼，速到架杆腳，架杆牙牙叫。新橋哈哈笑。哇，再來一次，來。北北草，衝山歌，牙大鼓，字大鑼，新橋做杯草田螺，田螺殼，速到架杆腳，架杆牙牙叫，新橋哈哈笑。哇，小鄧老師，這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嗎？哈哈，客家童謠哈，正月要當到喺屋裏頭哈，佢喺新年咧就搞嘅時間咧，耳機、牙機安尼接起來嘅，也就喺童謠啊流傳下來要記下心嘅，一代傳一代。做得流傳下來嘅都算係經典嘅哦。像呢首北北草，衝山歌，有人起隻頭講北北草，草地咧做乜嘅喏？嘅接定就講衝山歌啊。客家人好衝山歌咩？沙定要接定講牙大鼓，字大鑼，生下來要轉話題咯。有啲咧點出啦。頭擺做完新橋，呢個新橋就係媳婦啊！媳婦客家話講新橋，頭擺嘅架杆啊，看起來當威嚴哦。嘅架杆就係人哋係先生嘅爸爸傳到架杆，呢個架杆啊係無力唔強嘅哦。呢首童謠啊，神奇就神奇錯啲啊！嗬，新橋做杯草田螺。做杯就係廚房，田螺殼速到架杆腳，呢田螺殼用威去速到架杆嘅腳咯，也就無人知咯。嘅架杆牙牙叫，新橋哈哈笑，呢架杆本田螺殼速到哇哇大叫，哇哇叫就係哇哇大叫大哭。新橋看到平常時呢，道貌岸然嘅公公呢。我那個田螺嘅殼啊，笑到啊哇哇大叫，忍不住，當然就哈哈大笑起來啦。那這首客家童謠真是有意思哎。係呀，有很有一首客家童謠哈，老兩首客家童謠會通用嘅哦。佢起頭也係用那個北北草、衝山歌來念哦。哇，那小鄧老師快教我們念吧。好來喲，北北草。衝山歌，牙大鼓，字大鑼，新橋做杯草田螺，阿公手火背陀陀，阿婆念書記，阿妹唱山歌。好，再來念一遍哦。北北草，衝山歌，牙大鼓，字大鑼。新橋做杯草田螺，阿公手火背陀陀，阿婆念書記，阿妹唱山歌。哇，我發現客家童謠真的很有趣哎。係啊，講真啊，人哋客家
好学自家天时好眼，基本语就讲到了咯。以下爱拿你观众朋友讲上来了哦，上来了，上来了哦。用传统方面客家宝贝店一套早来到台南复兴国小，不但要成为小朋友可爱的社团，同时嘛要加入创意，增加突破传统的客家舞步和宝贝店，并加鼓吹个趣味。为了提前庆祝儿童节，台南复兴国小办理了侪趣味的表演，像就是拍鼓或者是客家的布马阵等等。但咧，互人提起的是客家的布马阵。目前全台南只有复兴国小有安尼社团表演，虽然因只成立2档时间，但表演架势已经愈来愈专业。布马阵是早期这个台湾客家族群在这个农忙闲暇之余的一个传统技艺的表演那也时常在节庆的时候来进行表演，代表着庄严及第、吉祥如意的意义。那我们复兴国小布马阵可以说是我们台南市第一支的小学客家布马阵。那由我们台南市客家发展协会邓秀凤理事长所发想推动的。那为了展现我们小朋友这个活泼有活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息那这些舞步由我们客语老师欧阳宇选老师加以创新改编让这个小孩子表演起来更加的有活泼的这一份气息。那今天在这个儿童节的前夕我们布马阵成立至今大概有2年左右了那表演给我们全校的小朋友来观赏那增加了这个儿童节的这种欢乐的气氛祝福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跟我们布马镇的小朋友一样健康活泼，也展现出我们府城台南在客家的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个积极推动与创新的一个成果。原本复兴国小布马镇社团只有2只布马，慢慢拓展到即马已经有5只。指导老师也期待未来会当有更大的表演规模。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复兴国小在我们校长还有我们所有老师大家群起群力的一个努力之下，我们终于有一个小小的成果。其实讲起来，客家布马阵它是我们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客家的义阵，在早期就是在这个庙会啦，还有一些喜庆宴会，它都是占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从刚开始的2只到今天我们已经有5只了我想我们慢慢的这个存够经费，我希望我们最后的目标能够到10只到20只相信那时候一定会让大家更认识我们客家布马的一个文化。学校社团的教育用布马阵安尼趣味的舞蹈，让囡仔会当自细汉就来接触到客家的文化，更加了解到客家的文化。单新王子豪采访报道。成立65档的台南英明之家3号办理敬老活动，邀请党区区长、这议员甲爱心团体做伙来关心应该长辈，场面相当温馨。位于东区的英明之家3号这天举办英家家庆的敬老活动，会中除了有国旗舞蹈表演以外，还佫有真侪趣味的单位，互长辈耍游戏。另外，嘛结合真侪爱心团体捐钱捐物资。互英家长辈感觉到社会上的温暖。今天刚好是我们台南农家成立65周年的家庆，我们特别邀请了47个单位来参加，也有我们100多位的农民长辈都来参与今天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有这么多慈善的单位愿意到我们农家来跟我们伯伯阿姨同住。共度一个非常高兴的一天。农家基本上是一个公立的安养机构，我希望各界的好朋友，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农家服务，希望也能到台南农家来，我们很热忱愿意的服务大家。
活动即天，市员王家珍、詹培雅以及前台南大学校长黄秀双嘛拢到场支持，并表示中华民国有即卖安乐，是英明阿伯过去努力奋斗的成果。未来伫英家迁移了后，嘛会持续关心英明，袂互这长辈孤单，一定会互因放心安养天年。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最近台湾热门的美食话题就是米其林，所以台南的公餐级饭店嘛配合这摆热潮，邀请曾经伫香港米其林餐厅服务30几档的陈国华推出真侪道广东式的经典菜色。对4月1号开始，只有10天，介民众爱把握机会。特定一系列顶级的广东菜，全部拢是由这位陈国华主厨亲自料理。想给咱大饭店的对象最近上行的米其林香雕，特别邀请这位过去伫香港米其林2星餐厅服务过的陈国华主厨。这间的菜色唔但用料丰富，做工嘛非常入味，菜色结合东西方，充满特色。这个就是我们的南非包，南非30头的南非包。因为我现在主打这边不要那个价钱太贵的，那南非包我们的那个颜色跟那个口感都非常棒。再配上一个鹅掌，香港人最喜欢吃鹅掌啊，那个味道是 match 的。我们要知道哪一个，那你看呢？这个颜色是比较深的，这个颜色是比较浅的，都要分开。这个也是一般吃的豉油王大虾，把它煎完了之后放姜米，下那个酱油，去把它焗一下，非常好吃。陈师傅他所来自的餐厅是在九龙香港香格里拉大酒店香宫米其林2星酒店任职时间非常的久。那在那边他对于米其林的料理是掌握的非常的一个熟悉哦。那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他对于不管说是顶级的菜色，或者是说是广东菜，看似非常简单的一个家常菜，背后非常深厚的功夫，他都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哦。这间的粤式精粹星级盛宴推出到4月10号，为期10天，将以固定套餐、倒菜等方式，希望让所有人客拢会使品尝来自香港米其林的口味。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台风时好天气，温度23度到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继续看4月3号中间台湾电新闻，咱再会。